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區塊講解王。我哋呢個頻道用最簡單嘅廣東話去幫你講清楚乜嘢係加密貨幣、區塊鏈、Web3 背後嘅科技同原理，唔係炒幣，唔係 sell 夢，就係想你真正明白到底呢個技術係點樣運作，同埋點樣影響我哋未來生活、資產自由同埋網絡權利。大家通常一聽到比特幣，第一時間諗嘅嘢係咩呢？炒幣發達啦，升翻到10萬我就賣啦，甚至有啲人話成件事都係騙局嚟嘅。我想你停一停，諗一諗。點解咁多人會對佢哋咁極端？一邊又信到十足十，一邊又話佢冇用咧？咁其實比特幣啦，唔係淨係一種投資嘅產品，佢背後啦係一場真真正正對金融制度嘅挑戰。呢樣嘢係睇圖表、睇價格、睇新聞報導，永遠都唔會了解到嘅嘢。佢嘅目的咧，唔係教你點樣賺錢，而係教你點樣保護你嘅錢、你嘅自由同埋你對資產嘅控制權。我知道呢個 topic 好多人都覺得會好深，覺得好複雜，所以今日啦，我會用比較簡單嘅廣東話，唔用一啲好技術、去啲 technical，同你講清楚究竟比特幣究竟係啲乜嘢，點解佢會誕生，佢點樣運作，重點係點解會有人話佢係一場革命。咁呢條片啦，唔係真係教你炒幣，亦都唔係教你 FOMO 啦，而係想你真真正正了解改變世界嘅科技同埋佢背後嘅理念。如果你準備好，我哋一齊開始啦。OK，咁到底乜嘢係比特幣？簡單啲嚟講，比特幣就係一種數碼貨幣。你可以想象佢係一種線上嘅錢，但係咧唔係由任何銀行啊、政府發行嘅。咁傳統嘅貨幣啦，例如港幣啊、美金啊，全部都係中央銀行印出嚟噶嘛。佢哋可以決定幾時加息、幾時印錢、幾時救市。你手上嗰啲錢咧，其實每日都可以因為呢啲政策而貶值。但比特幣咧就唔一樣，佢係完全去中心化嘅。冇總行，冇主席，冇一個機構咧可以完完全全控制佢。你想將啲錢 send 俾世界上任何一個人，唔需要經過銀行，唔需要經過任何中間人，24小時，唔使理係咪假期，唔使理你係邊個國籍，都可以做到。咁比特幣啦，係喺2009年一個匿名嘅人叫 Satoshi Nakamoto 嘅人發明出嚟嘅。咁到今日咧都冇人知道佢究竟係邊一個，但係留低咗一份白皮書。講清楚究竟點樣透過比特幣去解決金融系統入邊嘅最根本嘅問題。咁最特別嘅嘢係比特幣咧唔可以無限咁印，佢設計咗一個好重要嘅限制。全世界咧最多只會有2100萬粒比特幣，即係話咧你唔可以話經濟唔好就亂印幣，或者一個淨係得一個固定嘅供應，就好似黃金咁稀有，所以有人叫佢數碼黃金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比特幣咧就係一個你自己 keep 嘅數碼保險箱，你落咗個鎖，冇人可以幫你打開，冇人可以搶走，而入邊擺住嘅係你電腦儲翻嚟，全世界都認同有價值嘅一份資產。所以咧，比特幣其實係一種全球通用、冇邊界、唔需要靠人、唔可以操控嘅數碼貨幣，唔單止一個支付嘅工具，仲有一個保值嘅工具，呢種對抗通脹同埋資產不公嘅方法。咁接住落嚟啦，我哋就會睇下比特幣究竟點樣運作，冇銀行，咁又點樣保證安全呢？唔會俾人呃呢？好，咁第一，咁每一次交易佢都會記錄喺區塊鏈入邊。咁當每次你用比特幣轉錢俾人啦，其實你就係發出一個公開嘅信息，我想由我嘅 wallet address send 0.01個 BTC 去另外一個 address。咁呢個交易咧係唔會即刻完成嘅，佢咧就會送咗去一個公開嘅地方，等全世界嘅 Bitcoin 網絡一齊幫你驗證。第二，全世界電腦一齊幫你驗證。咁 Bitcoin 網絡啦，係唔靠銀行職員去幫你查你嘅戶口，而係全球成千上萬部電腦，我哋叫 miner，佢一齊驗證每一筆嘅交易。咁每部電腦啦都要解一條數學題，which 係一啲好難嘅數學題啦，先可以打包成一堆嘅交易，變成一個 block，加入去成條鏈度。三就係交易一經記錄咧，就唔可以更改噶啦。當一個 block 被打包驗證完成，佢就會連住上一個 block，而每一個 block 咧都會記住上一個 block 嘅加密指紋 hash。咁如果你想改其中一個 block，唔好意思，你要同時改晒後面所有嘅 block，而且要快過成個網絡所有嘅電腦，基本上就冇乜可能。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乜嘢係區塊鏈啊，啲 block 係點樣形成啊，我哋可以睇翻第一段片啦。咁你可以想象一下，Bitcoin 就好似全世界一齊用緊一支筆去寫緊一本賬簿。你買啲乜嘢，俾咗邊個，幾時俾，全世界都寫低晒。你改唔到，其他人都會發現你造假。冇乜人咧可以偷偷地咁改一頁，delete 一頁，因為所有人咧都睇緊。咁最勁嘅嘢就係咩啊？呢本簿唔屬於任何一間銀行，唔屬於任何一個政府，係屬於大家嘅。咁以前我哋做交易要靠第三方
銀行啊、支付平台啊、律師啊，要信佢哋唔會呃你。但喺比特幣嘅世界，你唔需要信任何人，你就要相信 code 就 OK 啦。因為條件已經寫好晒，滿足晒所有咧就可以執行，唔使批，唔使問，唔會偏袒，唔會貪污。所以一個小總結啦，就係所以 Bitcoin 係個系統之所以咁勁咧，唔係因為佢升值，而係因為佢唔需要靠人，透明公開，唔可以作弊。第四，如果你真係想明白比特幣點解咁多人話係革命，你要去翻2008年，當年美國有大量銀行亂咁批房貸俾啲根本上冇能力供樓嘅人，呢啲風險咧就不斷咁堆積埋一齊，最終咧就引爆咗成個金融危機啦。雷曼兄弟破產，股市大跌，成千上萬人失業，退金歸零，經濟咧就是一個陷入一個衰退。最荒謬嘅係啲整亂晒成個市嘅大銀行，最後咧竟然由政府去拯救，用邊個啲錢？咪納稅人啲錢咯。即係話一班市民損失慘重，啲銀行 CEO 照樣有花紅，照樣冇人坐監，完全冇人負責。咁喺呢個背景之下咧，一個匿名嘅人就出現咗，佢就叫 Satoshi Nakamoto 啦。佢唔止單一對呢個制度好失望，佢想創造一個唔需要相信政府、唔需要相信銀行呢個系統，就係比特幣。咁喺2008年尾啦，佢發表咗一個比特幣嘅白皮書，然之後喺2009年1月3號開採咗第一個比特幣嘅區塊。佢入邊咧刻意寫低咗一句英文報紙嘅標題：Chancellor unbreaks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，即係話財相準備第二次拯救銀行。咁呢句嘢唔係純粹嘅資料，係一個政治嘅聲明。Satoshi 想話俾大家聽，我哋需要一個新嘅方法去處理錢，唔可以再容許啲銀行亂咁做嘢，出事後自己要埋單。所以比特幣咧唔係一件金融產品，而係一場對舊有嘅制度嘅回應，係一場運動。佢唔係為咗炒作，佢都唔係為咗賺快錢而生，佢咧係為咗打破壟斷，令資產翻去人手上。比特幣唔係一個程式，更加係一個信念。喺啲傳統嘅銀行系統入邊啦，你想轉錢要點樣？要等審批啦，要交表啦，仲要解釋用途啦，介入唔開啦，過數要等星期一啦。就算係你自己嘅錢咧，都唔可以話用就用。而比特幣咧完全唔一樣，24小時一年365日都運作嘅，唔理係香港啊定烏干達啊，只要有網絡咧就可以過數，冇人可以阻止到你。而家喺銀行，佢哋可以咩啊？凍結你嘅戶口，查你嘅錢喺邊度嚟，甚至喺你唔知道情況下 delete 你嘅交易記錄。你試過海外轉咗數俾人，銀行仲有時打電話嚟問點解你要俾錢佢啊？你有冇做錯嘢嘅喎？但係成件事已經唔再係你話事，佢隨時想 block 就 block。咁比特幣嘅每一筆交易都係咩啊？公開記錄喺區塊鏈上面，而每一個人都可以查到，唔可以 delete，唔可以改，冇人話事，冇人可以話唔俾你用。你唯一要嘅保護就係你嗰個 wallet key，冇 password reset，你自己就係你自己嘅銀行。銀行咧就代表嗰個中心化，相信一個中介人、機構、制度。但比特幣就係去中心化，你只要相信數學、信 code。唔再係靠銀行俾你入場，而係人人本身都可以入場。你可以想象一下啦，喺傳統銀行就好似你過海關出國咁樣，你要查身份證啊、掃指紋啊、睇你 Visa 先俾你放行。但比特幣咧就好似大馬路咁樣，你自己想幾時行幾時行，你想去邊都去邊，唔需要問人。你有你嘅錢，你就可以啦。所以話咧，比特幣唔係只係一種支付嘅方式啦，佢係一種全新嘅金融思維。From 你問可唔可以用錢，變成你擁有自己嘅錢。幾時用都得，俾邊個都得。咁點解我哋話比特幣係一場革命呢？比特幣革命性嘅地方就係唔係佢升幾多，唔係你賺幾多錢，而係佢重新定義咗信任同埋自由係一回咩事。以前你要交稅啦、買樓啦、儲錢啦，全部都係靠同一個制度去運作。你相信銀行唔會冧，你相信政府唔會貶值你嘅錢，用相信會有聽日。但比特幣出現咧，就話俾你知，你可以唔需要信任何人，你可以相信信學，你可以相信 code，條件一寫好咧就唔會改變，唔會走數，唔會偏袒。咁傳統貨幣，政府一印錢咧，你手上嘅錢就會冇咁值錢噶啦。你儲咗10年，其實買到嘅嘢就會越嚟越少。但比特幣有咩唔同啊？供應上限咧得2100萬粒，唔會有第2100萬零1粒出現。即係話你今日儲嘅錢，10年後咧都唔會俾人大亂。全球其實超過10億人冇銀行戶口，但係佢哋有電話、有網絡就可以用 Bitcoin。冇身份證、冇地址、
唔使佢哋批准，人人都可以用。無論你喺邊度，無論你喺非洲，你喺香港，你喺美國，你喺歐洲，只要你想保護自己嘅錢，你就有一個辦法。你喺銀行入面講出一句嘢，你可能你嘅戶口會俾人凍結，喺某啲國家你啲錢會俾人直接封查，直接攞咗。但係比特幣唔同，冇人可以阻止你擁有，或者阻住你轉賬，阻住搶你嘅資產。只要你有自己嘅私詞，你嘅自己嘅 private key，你就真正擁有屬於自己嘅資產。呢種自由係歷史上從來未有咁多人可以接觸到嘅嘢。喺烏克蘭開戰嘅時候，政府就用 Bitcoin 去募捐。咁啊，阿根廷惡性通脹嘅時候，啲人就將工資即刻變晒做 Bitcoin 去保值。所以 Bitcoin 唔係話抽象嘅理論，係真真正正喺度改變世界某啲嘅角落。你可以唔中意 Bitcoin，但係你要知道一樣嘢就係佢唔只係幣咁簡單，佢更加係一個理念啦。咁呢個理念講嘅嘢就係自由、抗審查、資產自主管理同埋同公平入場嘅機會。呢啲唔係投資產品俾到你嘅嘢，而係所謂呢個革命所帶嚟嘅改變。咁傳統銀行過錢去外國啦，我哋就用 Swift 啦，又要中間要經過好幾間銀行，有時仲要收幾百蚊手續費，又要等幾日先到。但係如果你用 Bitcoin，基本上一兩分鐘就可以 send 到俾人，全世界都可以收到，手續費仲要平好多。特別係一啲非洲啊、東南亞嘅國家，呢個真係改變咗好多人匯款嘅方式。咁你想象一下啦，如果你一日之內要帶晒你所有嘅財產逃難，你攞住幾十萬現金入境係犯法㗎嘛？銀行又可能凍結你嘅戶口。但 Bitcoin 只要你記住一串密碼，你嘅資產咧就可以跟到你走天涯海角，冇實體，唔使驚俾人封，唔使驚俾人搶。咁呢個功能啦，喺烏克蘭打仗、阿富汗政變、委內瑞拉通脹期間咧，真係可以幫到人 keep 住生活同埋希望。咁有啲地方政府可能直接封咗你嘅賬戶，阻住你收捐款或者做一啲活動，但 Bitcoin 咧冇人可以凍結，只要你有 wallet address 就可以收到世界各地人俾你嘅錢。而最後一個用途就係好多投資者都睇重嘅嘢，就係 Bitcoin 作為一個 digital gold，供應有限啦，唔可以複製，冇國界限制，佢未必適合做嚟買一杯咖啡、買一個包，但係咧係用嚟擺喺度做一個長期嘅儲值，就好似你擺黃金喺保險箱入邊一樣。而家連 Tesla、MicroStrategy 甚至某啲國家都將啲比特幣納入資產表入邊，所以有人會話我未必會用到比特幣，但我中意佢嘅存在，因為當世界出事嘅時候，制度崩潰。資產咧被人監管嘅時候，你會希望仲有一條唔靠人、唔靠特權嘅後門留低俾大家。咁老實講，咁比特幣仲有筆交易啦，唔係即時，有時可能要等幾分鐘，仲要收 gas fee 嘅，唔係買杯咖啡咁方便。所以啦，後尾有啲人用 Layer 2嘅技術，例如啲 Lightning Network 啊，加快咗個速度好多。咁比特幣用 Proof of Work 嘅方法去驗證交易，都係幾食電嘅一樣嘢。咁有人成日都批評佢話佢唔環保，尤其是早幾年真係多咗好多礦機。不過咧，好多礦場都轉咗一啲 renewable 嘅 energy 啦，咁就慳電好多啦。咁比特幣佢並非係完美嘅，但佢問咗一個最根本又最重要嘅問題，就係你而家用緊嘅錢係咪真係屬於你嘅？如果有一日銀行可以凍結咗你嘅戶口，政府可以貶值你嘅財產，咁你手上面嗰啲錢到底係咪資產，定係一張授權嘅卡？咁比特幣咧教我哋唔係點樣發達，而係教我哋點樣思考。我哋有冇控制自己嘅錢？信任係應該靠咩咧？咁我做呢個 channel 唔係教你炒幣，我淨係想用廣東話真真正正咁解釋加密貨幣背後嘅價值同理念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段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，仲想學啲乜嘢，我會繼續做落去。拜拜。